网络有安安教学网，安心的安，平安的安，安免费教学网，上面就有很多考卷了。考卷试题没有著作权，网络上也可以搜寻到很多考古题。题目都上传的那又是公开的，可是你可以创作手机程式，你看，要寻找很方便，你看。水上国中啊，有什么反应啊？云端的哦，云端的都放在云端硬碟。那怎么没有出来啊？不容易耶哦。让它放着，让它处理，看它要处理多久。不简单了，都没有出来啊，可能已经撤掉了。有可能啊，撤掉了。怎么要把它关掉了才开启文件呢？按向左箭头了才显示开启文件呢，不容易啊。景兴国中有试题有答案。很烂的还是没有，答案比较少，内容比较少，应该赶快出来，还是没有嘞。哎，有，你看50题了哟，电脑出题很快啊。看答案呢，比较少，内容少，答案小，很快就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有嘞，题目还是有，比较慢而已。对呀、用书商送的光碟来出题嘛。然后你看要上传网络，又有那个题目不能做著作权，题目不能有著作权，结果就可以用来创作那个手机程式 APP。你看考古题，题目不完整呢，应该还有啊。答案呢？50题嘞，现在显示才一部分呢，也不完整呢。
没有解答，有的只有题目没有解答。还是有题目呢。这是扫描的哦，扫描的图片呢，很有心的哦。扫描的图片档呢，题目这么多页啊！还很有心呢，真不简单啊！